请问小姐姐做什么的？平时喜欢听谁的歌？喜欢听邓紫棋的歌。星星还是那么亮，月亮还是在天上，似乎一切都没改变，只是它不在你身旁。记忆中的脸已经变得模糊抽象，而你也不再年轻，身材也有些走样。如果再遇到爱的人，记得去拉着他的手，告诉他，如果你没有他，你就一无所有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现在过得怎样？你是否和我一样？是否在外漂泊流浪？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埋在